大家平安，欢迎收听10月7日的迦南之声。我是优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心旅程。我应当怎么做呢？路加福音3章1到38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要用行为证明你们已经悔改。不要自以为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就可以逃避审判。我告诉你们，上帝能够拿这些石头为亚伯拉罕造出子孙来。路加福音3章第8节。从前日本有一位无神论者，每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有一天写信给妻子说他将回乡，要他备好酒菜。当天到家看到酒菜就大吃大喝，但见妻儿脸色苍白，问其原因之后，得知平日只靠妻子做手工赚微薄的零用金来过活。他的妻子为了准备那丰盛的酒菜，用尽了所有的积蓄，并且2天没有吃饭。因此呢，这个丈夫觉得羞愧，无心饮酒，内心这样的一个愧疚，就带着刀离去，准备自杀。但突然想到，如果真的有上帝，那死后要去哪里？死后的灵魂将会如何？因此他收起刀，走向教会去拜访牧师。牧师教导真理，诉说上帝对他的慈爱，耶稣的救恩，劝他悔改，相信耶稣。他深受感动，痛改前非，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牧师为他安排工作，他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并且努力工作，每天亲手将薪资交给妻子。之后也带着妻儿到教会聚会信主。他们夫妇在众人面前来为主做见证。生命的改变需要透过认识真理。施洗约翰是旷野里的呼声，是预备主道路的先锋。他论到罪，以及那世代最需要的罪得赦免。所以施洗约翰他所传的洗礼仪式是悔改及罪得赦免的外在表现。洗礼本身这个仪式不能使罪得赦免，但它只是一个表明一种心理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使人的罪得赦免。这种态度是要你相信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他就此打住，他的事工从未超过这个界限。他知道他自己的位分，所以我们看施洗约翰的事工是不完全的。虽然他光荣地成就了上帝的心意，并传达了上帝的信息，但施洗约翰整个信息乃是在宣告弥赛亚的来临，才能够使这一切能够变得完全。从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悔改与洗礼。在3章3节当中，施洗约翰呼吁人们悔改并接受洗礼。首要做好的准备就是提醒我们，在信仰之旅的当中，我们需要先反省反思和悔改自己的罪。洗礼象征我们与上帝的关系重新建立，重新开始，是一个信心之旅的起点。因此我们应该主动寻求悔改，让上帝的恩典净化我们的心灵。第二个，尽诸般的义。
耶稣受洗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服从上帝的礼仪的要求，即使他是无罪的，他也愿意接受洗礼，以遵行上帝的要求，尽诸般的义。在信心之旅当中，我们也应该学会顺从上帝的指引。第三个重点，我们来看圣灵的降临。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这是上帝对他儿子的确认。圣灵用鸽子的形体，天父用人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主耶稣的认可，还有他身份的呈现，应该是为了旁观的人的需要。旁观的人需要理解上帝对耶稣受洗的接纳，这也提醒我们在信心旅程当中，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圣灵为我们来创造力量，给我们有智慧来明白真理，也引导我们为罪为义，自己怎么样去拿捏，怎么样去行出神所要的好行为。圣灵也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更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要学习聆听上帝的话，接受他的引导，这将会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从族谱来看，有大卫家族的血统。其实这是从耶稣基督的家谱追溯到大卫。我们刚读过上帝对大卫的约定，上帝给他的应许之约，显示了他是大卫王的后裔，具备王室的血统。这是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家谱这样追溯，提醒我们信心旅程不仅仅是个人的，还涉及到与上帝所有的选民联系的关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与他建立特殊的关系。这个血统也提示我们要在信仰的里程当中保持美好的品格，才能够荣耀上帝的圣名。纵观路加福音第3章，在帮助教导我们在信心旅程当中，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更谦卑，预备自己让神来使用。当然你要被神使用，你需要悔改洁净自己。所以我们透过行动证明我们的信仰，跟随救主的见证，并理解从祖先信仰传承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看见犹太人他们很重视宗教教育，在信仰的道路上面，让我们给更谦卑和这样的一个行动的心态，跟随着主耶稣的脚步，成为见证上帝恩典的管道，将他的爱和真理传播给这世界。我们的信心之旅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要与祖先还有我们下一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连结。这一点我们应该真的是提醒我们如何把这个美好的信仰传承到下一代。好像十诫里面，让上帝的恩典施恩直到千代。愿主来赐福我们，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应许之约一直延续到我们的家族。我们来思想，施洗约翰对百姓讲的信息：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些话对你有意义吗？想看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生命的旷野当中为我们开道路，
在生命的沙漠当中为我们开江河。祈求主耶稣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像施洗约翰一样，为主来预备道路，让主来使用，帮助我们放下自己的傲慢和自我，也愿意在主的面前坦诚认错，寻求悔改，并赐下圣灵洗净我们的心灵。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透过行善的生活来荣耀主圣名。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信仰传承的重要性，尊重和珍惜我们祖先所留下的美好信仰，让我们与你和我们的信仰社群有紧密的关系，一起行在信心的旅程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友伯牧师，祝福您经历圣灵的洗礼，结出美好的果子。我们下次再见哦。